连逃走的渔工为着要趁钱，只好秘伫个黑暗的角落。就算是合法来到台湾的渔工，嘛面临另外一种的困境。1989年，政府开始引进第一批的外籍劳工，目前全台湾的渔工已经超过70万人。这的渔工大部分拢是做危险佮辛苦的工作，但是有真侪台湾的头家拢无尽到保护甲照顾的责任，甚至佮有头家调故意来欺压甲剥削。美国的国务院已经连续10年公开批评台湾对渔工权益的保障有欠缺，甚至讲伫台湾的外籍渔工处境堪忧。到底来台湾的渔工拄着什么款的困境？要安怎来改善伊的劳动条件呢？咱继续为人权的角度来思考。我是李文雄，我是越南人。讲到话有淡薄仔歹势，伊是今年23岁，对于越南来阿雄，3年前伊怀着梦想来到桃园一间抛工加工厂做磨工的工人，只是安怎嘛想袂到，才就工3个月就发生悲剧，手骨断去。Cái đeo bao tay nó mày nó cuộn nó cái bao tay cái chỗ mày này có tới gì rạp ấy nó bị rách ra nó cuộn tay con vào nó cuộn đứt lia nát hết tay luôn. Tai nạn thì con không thể thì sợ và 快速运转的机器切断阿雄的正前手骨，无度承受的痛甲惊吓，好亲像也伫眼前真清楚。雇主原本答应的照顾伊生活，不过被诱骗了后，就片面将之契约。阿雄孤立无助，只好来到桃园捌着天主教堂，寻求阮文良神父的协助。Con lo với tương lai con sau này con ít tuổi ấy. Vì thế này sau này không ai chăm bố mẹ còn vợ con cái khó lấy vợ ấy. Chắc là càng về sau thì cuộc sống của con chắc vất vả hơn nữa. 真不事伊伫咧所以手骨的空脆，好亲像也咧疼。事发到即马入去3冬啊，阿雄无工作能力，而且国家雇主咧司法定伤，对伊来讲，断手嘛代表伊大好的人生断送伫台湾。工作的压力，然后个人自己的压力。然后工作的环境不佳，然后雇主对他们的恶劣，中介公司也是，所以他们来这边请求符合安置的手术，我们就给他们安置，经过地方政府给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就一件事情要做是安定他们的心理。今年61岁黄神父，伊是庇护所的大家长，前半生伊经历过数十档的电钻流离，慢慢做过苦工，深刻了解渔工的感受。来到台湾了后，伊立志帮助受到无公平待遇的越南渔工甲渔民。采访一天，拄好拄到4名渔工上门求助。Đi biển nó em vất vả nhưng mà nó không đúng như điều sức của bọn em, nó làm quá sức của bọn em. Thứ nhất là đi thức bọn em thức cả đêm, đúng cả mưa gió, cả câu, cả cái tư. 规条沿道4人拢是家人观光海钓船的货柜渔工，每工下晡点半开始工作，准备出海。过长工早是9点才回来，摒扫完接近中昼才会当休息。无暝无日，一工工时超过20点钟。上下的是以船为主，但讲一工只会当食一顿凊彩凊饭。Cơm là nhiều lúc ấy chạy ra biển, mấy lúc nữa mới là nấu đồ, con nấu đồ cho khách. Thì lúc nữa mới được ăn. Ví dụ mà khách ăn hết là nhà con không được ăn. Tháng mùng 5 nhận lương có thể ông để đến 10 ngày sau hoặc là 12 ngày, có tháng nào chậm nhất là 18 ngày. 困无好，食无饱，每分每秒拢艰苦折磨，基本薪资23000元，扣除需要缴付中介费用，每个月只领2万块。外籍渔工伫台湾的处境艰难，其中境内渔工拢受到劳基法上加薪资的保障。若是远洋渔工无明文规定薪资，容易遭受恶质的雇主的欺压，每个月只有赚3000到9000块的代票。不過為着賺錢，因只會當長期忍耐。 Muốn sang Đài Loan để làm việc để kiếm tiền nuôi vợ nuôi con. Sau này thời gian hết 3 năm thì có đồng vốn 1 tỷ thì em về mua cái xe tải nhỏ nhỏ để chở đồ. Muốn kiếm một việc tốt, em làm việc cũng bên
kiếm ít tiền về đối với nuôi con với xây nhà xây cửa. Nếu ông chủ tốt thì em sang đây tiếp, nếu ông chủ không tốt thì em về nước luôn. 一栽长手血汗白石，越南渔港的遭遇，嘛就是真侪东南亚渔港的真实处境。回顾1987年，当年台湾制造业缺工比例高达来增加40%，上百间厂商向政府施压，要求解决缺工难题。1989年，行政院头一次开放引进3000名外籍劳工。1990年，嘛头一次以专案的方式引进合法的移工，到1992年就业服务法通过，引进移工开始法制化。在桃园后火车站这里，我们看到有超过50间的东南亚商店聚集在这，有着浓浓的南洋风情。因为在这个县市有超过11万名的外籍移工，是全台移工总人口数的排名第1。 在中立火车站周边也可以看到一样的情景，尤其是像这样子卖越南食品的店。根据劳动部最新统计，在2018年12月底，一共有22万3300名的越南移工，占外籍移工的30%以上。 30档过去，移工对上起初的3000人，大大增加到70万人。因所做的工作，依然是我逃脱离压榨、危险甲辛苦的山地产业，无论是制造业、营造业、渔工，或者是帮佣甲看护。外籍移工是台湾经济发展甲稳定家庭相当重要力量。因来台湾寻求梦想，嘛替台湾着梦，但是劳动条件，所以一直拢无得到应该有的尊重。 现在违法聚众，你知道吗？这个现在很热，我们不可能睡觉，怎么上班呢？2018年4月，新北市设置有一个外籍移工的宿舍外面，移工半暝啊规定抗议，因为因干那一层楼宿舍就钱120个人，住的条件非常歹，忍无可忍，引爆怒火。 2017年，桃园路地一间汽车用品工厂发生仓库大火，造成6名越南移工死亡，5个人重伤。这是对1990年代开放移工以来，台湾所遭遇上严重的移工宿舍火警。后来调查才发现，失业者报告人名，竟然和员工住伫个美丽馆的违章建筑，为了保障移工的人权，劳动部设置1955专线，24小时开放。 那是2018年专线就有18万7000通的电话，其中超过16万通是咨询，申诉案件有2万3000通。只是求助移工这么多，专线敢有发挥功能？多国语言的，然后免付费的这样的一个专线，那只要外劳他有相关的法令需要询问的，就可以拨打这个专线。积欠工资，那这个也可以透过这个专线来提出申诉。那如果是 紧急的申诉，类似像人身伤害的话，一接到申诉的专线，我们就会马上，派案给警政机关，那警政机关就会立即去处理。就1955是劳动部外包给一些单位去做，所以他们会去计算我们接到多少的申诉电话，可是到底这个有多少案件成立是另外一回事。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他们都会跟外劳说：“你这个。” 我们自己的经验啊，他就会说你这个证据不够啊，你确定你要申诉吗？这样对你好吗？你忍耐一下就好了。2018年1月，有1500名移工行上街头争取权利，三大诉求包括废除私人中介制度、自由转换雇主，以及高达25万的家庭看护工，应该纳入劳基法保障。不会讲国语。 也不熟悉台湾这边的风俗习惯，那我法律就什么都不懂。在台湾，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转换雇主的机会是非常困难。法令上，自由转换雇主必须被打开，原因是因为当只有自由转换雇主的时候，这些恶劣的雇主他会留不住工人，劳动条件才有可能被改变。 我们台湾这边有休息嘛，所以呢，我们外佣有时候都没有休息，3年没有休息，对不对？外籍看护工进来到现在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每年的统计是家庭看护工的工时每天是13到15个小时，半数以上3年没有休假，所以就会变成我们现在有22万家庭看护工，所以你可以想象11万在台湾的家庭看护工是3年7月没有任何一天休假，每天工时超过13个小时。 制度设计使得仲介业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垄断的一个产业这样子，所以它的那个利润非常非常大。你想想看，一个外劳进来，他可以赚多少钱？这个是执政者有这样子的意志力，你一定会碰到很大的反弹，就是资方的反弹嘛，就是说仲介的反弹这样子。那可是
我再一次问一下，那新南向是玩真的玩假的，对不对？这几十万的外籍劳工在台湾的处境，要不要面对？从他海外的招募、接机到健检、办居留证这些后端服务呢，目前大概都是雇主自行来办理，或者是委托中介来办理嘛。那当然，如果要由公家机关来介入的话，事实上还是有所谓的成本的问题。专家认为改革也是废除私人中介自由转换雇主用劳基法保护看护工，也是解决多走移工保障人权、改善工作条件的根本之道。因为这移工不只是劳动力，伊嘛是人，因着伫你我身边，甲咱同款，为台湾这片土地努力打拼。伊嘛期待有一天得到社会理解甲尊重，改善艰难辛苦的处境，找回属于因的劳权正义。不管是居住的环境，也或是职业灾害，也或是工安的问题，拢会当看到台湾政府甲头家对移工权益的无重视。移工的人权是台湾文明的指标，只有为平等的角度来思考，建立合理的移工人权的制度，新南向的政策才袂沦为口号。一段